的上帝，只是我要来了解人是怎样会变做邪恶甲悖逆，这种的奥秘，由主你的圣神来开启阮心内目睭，互阮咱来入伫真理，引带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咱来拍开这个酒杯第2章。要理问答，这个第6甲第8，我来读互大家听。第6问：上帝造人就是遮尔邪恶甲悖逆吗？回答讲，毋是。上帝造人原本是善的，而且佫照着上帝家己的形象，就是公义甲圣洁，地球伊会当正确。会当真正确来认捌伊的创造者上帝，佮诚心来听伊，佮甲伊做伙徛起伫永远的福气的中间，学乐荣光上帝。第7个问就要问讲，若是安尼，那即款对乐的人性是对倒落来？回答讲，是对咱的始祖亚当甲夏娃。伫路园中间对落甲悖逆起来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咱的本性变得败坏，所以咱拢是伫罪恶中来出世。第8问，若是安尼，是毋是咱拢对落清贫地球无法度专心向善，只有倾向着罪恶咧？回答讲，除非咱对上帝的神来定头生。今仔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，到底咱人生有两个上大问题。第一个说，我的性命是对倒落来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邪恶是对倒落来，对从古早到现代，全世界的主宗教甲主文化，拢在探讨这个问题。啊，是安怎人会变做邪恶？哦，民主嘛讲人之初性本善，对不对？我较早读3字经有读过吼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教家性爱天，教之道贵以专。意思讲，这人本来是善的，啊，到尾开始变歹去。这中国的文化甲圣经的价值是真共款，但是中国的文化无讲到这人是怎变歹，讲是因为含人含歹人做伙，啊，咱大家拢善本善，啊，善本善甲这善本善甲这善本善，啊，做伙较会可能变做善本恶意，啊，所以这无解决这个问题。但伫咱顶礼拜。这个要理问答诶，第2主日讲到啥？讲咱的忧愁甲艰苦，总根源就是咱罪恶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圣经的话叫做罪性。所以咱因为咱有罪恶的本性，咱根本就无法度做到着上帝教示咱的，咱得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来听主咱的上帝，佮来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种完全的听。咱做袂到，人是自私的，人是拢为着家己，所以有人讲人不自私啊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人讲为着家己的，鼻骹黄的，无一个好人。所以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罪甲伊的起源，其实是一个奥秘。啊，恶比这句话是圣经的话语，那意思是讲，若无上帝的话来启示咱无法度了解，这种叫做恶比。所以今仔日主日第3日，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讲，上帝来从这个恶比，互咱来发现，互咱来了解，哪亲像一个杯啊，盖这个挂，盖条咧。你若无拍开这个挂，咱无当了解咱这个物件。啊，这个挂若开咧，你要自从水，还是油，还是牛奶，要
倒入这个杆仔内底，还是你都倒袂进，因为伊外口迄个挂砍条咧，所以咱就爱使用这挂来拍互开，这个圣经的话叫做启示啦 ，revelation 启示啦，启示吼啊，英文讲啥呢 ？revelation 佫有一个话叫做 discover， 即个自从这 cover 这挂，它跌掉，它开掉，所以今日咱要了解上帝的启示，咱唔单记。上帝对咱来显明伊的真理，第二方面就是咱心内即个挂爱显落开，啊无咧，上帝话要入来，咱无倒入来。所以今日要来了解即个，咱今日要做今日主题分做三个小题来讲。第一就是即个罪恶甲即个人的受造是有啥物关系？是毋是上帝原本就自从人做甲遐尼邪恶、遐尼背逆？若是安尼，若是上帝咱做啊歹，咱无法度，这责任毋是咱，是上帝伊总源头。所以有人讲，咱亲像上帝，咱是用一个做汽车的工程师甲工程，这明明就知影这汽车质量无好，伊的生产线出问题，应该就是用这台车我调倒来，总修理。换零件，了后，较佫出，咱知影无所有用的车，就是出对问题嘛。所以全世界调千外万的车倒来，这无所有的车台慢倒。上帝是安怎？这明明车质量无好，佫毋调倒来修理，毋换零件，佫互这车去上路，佫上这高速公路，哇，这出问题，出问题了后，佫怪着人无好。所以，这是一种的讲法。咱知影汽车伊无迄个自由意志，伊袂使我家己要驶对，要驶对无法度。汽车伊无法度变歹，伊的零件有问题啊。但是设施若是一个工程，甲一个工程师自从这个车设计了真标准，伊的性能非常好，伊的运作的手册。做了真详细，设施若有人驶一台车，伊无愿意照手册、照交通规矩来驶车，含项烧路出问题，是这个车的设计，也是驶车的。咱了解真好。迄阵我拄学车的时候，因为他教我，我迄个有足侪问题，你看讲啥呢？我印象都深，伊讲。咱牧师，咱开车是要开车做交通工具啊，毋是要向修路的。你问定问讲安怎摆向修路？咱得开好照规矩来对。好，上帝创造万物，甲创造人无共款的所在是啥？就是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，所以人上帝是主，所以伊就用这主权收赐互咱。上帝是主，所以伊有自由的意志，所以上帝就用这自由的意志收束人。咱就知影呢，全人类内底上宝贵的，就是人有主体性，人有自由意志，人有会当做决断，人会当做选择。这个人的选择甲决断是一切道德的总根基，你有同意无？设施咱高雄市规条街路，拢来用这个翕相机，啥物人若是配烂配烫，啥物人若等物件落，电源翕相机翕了后咧，这个电源机关情绪拍咧，送若敢犯规，随拍死，请问咱台湾敢犯规？咱大家拢做攻击性的，这种方便出来攻击性有意义无？你若是用恁囝讲有当拍咧，讲咧，你要叫妈妈，我爱你，你若无爱我，点咧，点一个就好啦，妈妈我爱你，点来个，妈妈我爱你，请问这种的爱，这种的听有意义无？无意义。设施若是你杀一个皮索，杀一个手枪，对恁来讲，你爱我无？有啦，爱你啦，我爱你，这种爱无意义。所以你知影，听
公德心、道德，拢总是爱最有意志。所以台湾甲中国无共的就是，台湾人有自由意志，咱选出家己的总统，家己咱自由有自由意志来立法，这民主的可贵，人会当做主体性。所以上帝就是注重这自由意志，互咱会当真做，会当选择我是要做好，还是要做歹。所以人若是选择做好，照顺待上帝意思，这种圣经的话叫做信心。人若是无顺待上帝的意思，来背逆、来歪错、来偏偏行家己的路，这种叫做罪。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咱注重一切的美善上好，拢推到人甲人的关系，推到父母。所以百善孝为先。所以讲，希望咱囝来听话，其实咧，咱会是你囝心，袂是你囝心。咱的囡仔伊有选择意志，所以咱要教囝，足困难的。要教狗啊，较简单，对不对？要教狗较简单，你教猫就无法度啊。你若有饲猫甲饲狗啊，你叫狗来，狗随来；你叫猫来，看猫要来，就看伊的天保持。你若天保持活力就歹啊，对不对？你若狗，你若杀人摸者，哦，伊要欢喜要你摸，你要看要你摸，你摸伊的手脚爱咬，对不对？是伊有自由意志，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，所以这自由意志是人认为上宝贵的。我来讲，我反对上帝，我自由意志，互我自由意志，我会变歹。这个，阮小弟就同我调解，我反对上帝，我自由意志。我讲，你已经用上帝互你的自由意志，咧反对上帝互你的自由意志，同意？你若是人若创造到变成机器人、智能，就照安尼行，这无自由意志。所以人甲上帝中间，就无所谓的听，无所谓的顺从，无所谓的信心。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，照要理问答，其实个圣经记载讲，上帝创造人原本。互人有圣洁甲公义，互咱知影公义，互咱会当知影好歹。圣洁，互人会当认捌上帝。所以认捌上帝，所以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甲地位。上帝互咱知影会当做先知，认捌上帝；互咱做祭司，会当来听上帝；互咱当做君王，甲上帝三甲比例，甲上帝做伙徛起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人受造的时，毋是歹，受造的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创造。所以上帝是主，所以上帝就用自由意志互咱；上帝是圣洁，所以就用道德的意志互咱；上帝是听，所以就用咱有三听的意愿，佮有三听的快乐。所以人是先做真亲像上帝。所以人讲真神造人。假神人造，人生真神，假神成人。所以咱台湾人咧拜拜咱看咱台湾人咧拜拜，你就知影讲拜拜拢是咱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台湾人拜天公，请用啥？用地公，对不？用羊，用鸡，用鸭，拢用全鸡。全鸭，因为天公上大，对不对？且拜天公是用青还是用色？像天公有做色，无啊，天公青啊，羊、鸡啊、鸭拢青，表示讲这天公含我真遥远，天高皇帝远，含我足清楚的。你上大的所有个，若拜啥物迄个神明呢？拢是用啥？鸡用鸡饼，鸭用鸭饼，猪用猪饼，有没有？像用色也青的，袂使色也袂使青，爱炸过。迄猪饼是炸过尔，对不对？水安烫过尔，所以无青鸭无色，表示咱咧拜这神明咧，我含你有点仔亮，佫袂使伤过亮，有点仔色佫袂使伤色。这意思。你毋是上大，你我来一看。
啊，若拜咱的祖先呢？请问你咧拜祖先，那台湾人咧拜祖先是用色的，用青的，用色的啦，祖先上色的青。我妈你也拜青啊，才会嫁好对不对？啊，请问鸡是鸡饼、猪饼、鸭饼，还是几只鸡？袂使。拜祖先，咱切到这个，袂使伤大地伊的个性。这是安排嘞，甚至咧咧猪肉嘛，咱做啥呢？啊，剁烂做啥？做肉丸，啊，这是人的想象讲这生命大中小。青蔬甲熟悉，安尼先安心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拜一月好日以后，请问好日以后是门外拜，门内拜？门外啦，就表示讲你豆仔食食的，讲紧走，见鬼神而万之。你讲紧走，莫到我入来，莫到阮厝内。啊，万一若这好日在我厝内，啊，阮兜大有啥？有咧不属鬼，对不对？妖鬼啊，落香鬼、破白鬼，我这袂使。啊，请问是用食饭还是吃米？吃米袂使用食饭啦，表示要真清楚咧。所以台湾人是向上的信念来解决我所拄着的困难。所以台湾人拜妈祖，妈祖第啥？千里眼，啊，搁第啥？顺路面。迄当时无风台经过，所以看较对风台要来啊，千里眼是容易。所以人的想象，甲圣经无同，所以人的想象，若是想象内底变做贴合，变做宗教，但是基督教毋是宗教，也毋是贴合，基督教是上帝活命的话来启示咱。所以启示咱原来所做的是降水，所以请问咧，咱基督徒是不是会晓用上帝眼光来看大家？上帝咧创造天甲地，上帝讲赞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羊群、牛群，上帝讲赞；上帝创造鱼，讲赞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创造人了，讲啥？讲有够赞，要讲啥？所以咱伫上帝所创造，咱徛伫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，咱是不是看这个世界是赞的？因为人的罪污染了，咱爱恢复这。啊，咱看人是不是每一个是赞？对不对？你看到你的囡仔，哇赞！看到家己朋友赞，欢喜。所以咱若对人无迄个欣赏甲欢喜的心，咱就无同人建立一个真水的关系。我看到你，我来用目睭白白所在看你，认你。我看你拢袂出去，啊，全部都看你发表。安尼你和人无同天好的关系。所以圣经教示来讲，上帝创造万物拢是好。但是创造人了，讲实在有够好，这是上帝创造。所以上帝遮尔创造遮尔好，啊人是安怎会变歹？这个原因总源头就是伫咱的祖先，真正的祖先亚当甲夏娃，因为因来食上帝所禁止的果子。上帝创造爱的农所有的树木、所结的果子，拢通食。独独有一项袂使食，迄就是分别善恶果。啊，善恶分别善恶果袂使食，因为上帝就将这个爱的农交托予人来管理，人毋但有上帝的神性，甲上帝的公义，人个有真美善的本质，上帝个互咱有一个真崇高的使命，就是讲上帝做伙三角同工，做伙三角徛起，做伙三角欢喜来管理这万项物。所以，伫上帝原来的设计工作，毋是苦役，毋是苦役。这役咱听无啥有吼。
咱会记袂？咱较早咧讲迄个火车头的迄个杂物馆叫啥？叫做夜壶啊，会记袂？夜壶啊，啊你服兵役，对不对？兵役课服役，所以人本来这项会是真欢喜，自从人所得到的温数，会当来发挥，啊了后，咱得到这个成果，啊结果这工作变做是一个苦役的原因，就是罪恶入来。本来上帝叫伊所有享受，独独迄无爱，就是表示我是上帝的主权。你袂当强，袂当侵犯我的主权。啊，请问魔鬼安怎来试探？魔鬼来试探讲 ，You shall be God。你若这样，你就亲像上帝，你就亲像上帝，会当了解善恶。我还袂信主的时候，我感觉哦，基督教。那也安尼，上帝自编自导自演，啊叫人一个善恶果，啊叫人卖食，啊叫人食嘞，啊食了了人去对了，啊对了去救，啊拢总是伊拢自编自导自演嘛。其实不是安尼，咱了解哦。迄个所有物件拢咱享受，独独袂使。迄意思就是讲，人的善恶是上帝来决定。啊，迄个魔鬼，迄个蛇来试探讲 ，You shall be God， 你着亲像上帝，善恶由你来决定。请问你，你敢会意爱咱的国家的命运，咱的总统家己独断来决定，会使袂？袂使啊！啊，从咧出卖会使袂？请问诶，咱的国税局敢会当讲抽税电关节，伊家己决定，敢袂使？袂使啊！伊是照着立法院的预算啊，照着算，了解吗？照法律啊，啊，法律是咱大家正人的意志来定，所以咱人若咧注重上帝来处待，讲上帝啊，我无要你，我无需要你，我要决断，这是人唯一的。所以请注意。罪恶毋是创造物，毋是上帝所创造的。罪恶就是上帝互享受咱上伟大、上水的恩典，甲尊严，就是人有自由意志。咱就这自由意志来取代上帝。上帝是主，我嘛是主，我决定好，我把你决。啊，这就是人推荐的做法。所以上大的罪就是骄傲，就是要取代上帝。请问，当伊是毋是食到这个果，这个食物果，较会晓了解食物？请问，我要食的是讲，哇，这个食物果有够水，请问伊有监察力无？伊会晓欣赏好歹无？啊，讲哦，哥。通做食米，阁有够好食，请问伊有迄个喙齿的美感无？有啊。啊了，咱慢来吃，请问伊有意志无？有啊。所以伫人还未食善恶果进前，人就有分别上善恶的心，这就开咱，这监察咱。啊，是安怎甲你食这了后变歹？毋是。是人注重家己意志来陪着上帝讲，我是主，毋是你是主，我来做主，规个拢歹。啊，所以这个罪恶的观念出来了后，是请问的，上帝有来找伊无？上帝主动找伊啊，上帝主动找伊是伊避开啊。啊，上帝讲阿东，你伫倒落？伊讲歹看啦，对不对？我真见笑，我无穿衫裤，啊，伊阵自从啥，就无悔过在中间，啊，所以你知影，人犯罪了的结果，人倒撇上帝。本来甲上帝三角徛起，三角交陪，哇，真正亲爱到了，关系等伊了，上帝讲你无悔，你是毋是食我记不记食个？伊讲毋是，是迄校我叫我食，是你收拾我。你收拾我这个负面人叫我食，你想伊变做欺骗，
阿某的关系本来是三疼三惜三结的，变做离旁，变做互相牵拖、互相庇护。人甲上帝关系断去，人甲人的关系断去。看到上帝伊的美态，人变得自卑，人甲家己的关系也歹去。所以，这个罪恶的问题，就是为亚当夏娃来。咱咧想讲，啊，现在亚当夏娃犯罪，夏娃有啥关系？因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代表，表示讲人类甲上帝这个关系是拍歹了后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无搁再会当恢复。所以安尼变怎样咧？所以你看因阿某互相指责，彼此无忠心。了后咧，伊十妇人人生伊的死世，佮真正得到一段苦楚。啊，伊败坏的递到伊的子孙愈来愈害，到尾你看第一代内底，伊的阿伯甲该阮亲兄弟相杀，到尾咧该阮杀阿伯，所以人类第一种的谋杀案，渐渐到尾到着这个挪亚的时，规个这个世界，人自最细汉就开始怀着恶念，所以才有拄啊罗马人书咱的书咱读的，是这罪恶的为一人进入这全世界。所以大比讲，我是罪孽来死的，伫我母亲怀胎的时阵，我就有了罪。请注意，这诗篇51章第50讲，我伫我老母怀胎的时，我就有罪了。这有罪了，不是讲我已经犯罪了，不是。这有罪了意思是讲，我伫我老母的腹内，我就有罪恶的本性，但是我无讲白贼，我无拍，无啥，我无犯罪，但是我有罪恶的本性。所以，上帝就将讲人有罪，上帝的目的是要来审判人，要来提醒人，要来陷害人，不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知影你有病无？知影你有罪无？所以上帝专找紧伊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伊对在生女来投胎。所以耶稣的出世拢无罪性，伊为着要救人，所以上帝就找起个无罪耶稣来代替咱这有罪人，所以这是救赎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对现行投胎，这个教义就是讲，这个罪已经完全扭曲人的本性。所以，但是耶稣基督伊来为咱的罪来死。最后听我讲这罪甲人的规则。请问的人已经扭曲到这呢？啊，耶稣基督这无罪救主来，啊，免怎来救人呢？人的本性这样败坏，本性就扭曲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人真正无法度、无完全的开展来。行善，人做袂到，啊，所以变啥？所以今仔这答案讲，这答案毋是伫咱人，所以全世界宗教分做两种，一种是佛教，这个自力救济的宗教，啊，一个是基督教，这是他力的宗教。他力宗教的意思讲，人拢是行伫邪恶甲死亡的道路，唯一解决的方法，就是上帝本身替咱来设这个方法，所以设这个方法是啥？就是公义甲圣洁创造咱的上帝，伊要搁再用公义甲圣洁，搁再颠倒换一个心神，所以换一个心神甲意志，这种方法呢，圣经讲叫定头生 rebirth。这个 rebirth， 这个英文的 re 就是啥？搁再一摆。啊，其实咧希腊文呢，迄个头前字叫做安娜 ，ANA， 安娜意思为颠头生
两个意思是讲，咱对咱的父母出世，这是对肉体来生；第二摆是对上帝的神来生，对点名来生，这种叫做点头生。对点名来和对下面来无同。啊，另外一种意思讲，咱第一摆是对父母来生，啊，佮有第二摆的出世，这第二摆的生就是点头生的意思。点头生我想咱真了解，讲啊，这人是我的在先之父，有一句话，伊是我的在先父母，意思讲伊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伊来帮助我，伊是我的贵人，伊来开启我的心神，我的意念，互我的换心，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互我本来行伫歹路，因为来感化我，来头提我，伊是我活命的贵人，伊是我在先父母。咱有句话，啊是，我讲下，中国汉语内底讲着啥讲到人，但是圣经讲到上帝，上帝要切开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伊的圣神要搁再进入咱心内，互咱搁来第二摆死。所以有一届有一个宣教书咧讲到是讲你们都要生虫，都要重生啊！他说讲对，讲你们都要生虫。啊，你看人家问我讲对开始，如果你们不重生的话，你们都要生虫，因为你们到地狱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个火是不灭的，所以你不重生你就生虫。讲你若无点头生，你就会死汤。所以你人爱点头生，啊点头生啊啥？耶稣对迄个尼哥底母讲啥？讲点头生是意思讲你对啥？对水甲圣神来生，水是啥意思？水啥意思？耶稣在把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讲的时阵，迄阵耶稣的开路先锋是啥？行洗礼约翰，行洗礼约翰，伊用水带恁洗礼，叫恁悔改。啊，了个圣神，所以意思上，点头生就是你人爱悔改认罪。悔改认罪意思讲，活得等，唔要甲行这条路，你活得等，你甘愿接受上帝的呼召，你讲你活得等，要行上帝的路。啊了，第二个为水圣神来生，就是讲你得爱接受耶稣点伫你的心内，你才是真正的是做做人。约翰一书，约翰福音第9章在讲啥？讲既然接待耶稣基督的人，伊就是信耶稣的名。耶稣的手术官兵做上帝儿女，这种的人，毋是对肉体来生，也毋是对情欲来生，是对上帝生，对上帝生，啊，上帝就是神。所以人就爱认罪、悔改、受洗礼，了接受圣神带到心内，咱才会当换心，成做一个新创造人。所以毋是照着修炼，毋是照着外在法律，毋是照着道德规条，是为内面换心改变。所以咱内面的换心改变了后，搁来读上帝话，搁行上帝路，咱就变做一个新创造人。所以今日虽然咱无讲真深来讲着电脑生，但是讲到电脑生绝对的必要，先甲咱讲。所以咱的罪恶的本性，借着电脑生会当换一个新创造人，咱三教的比较。主阮求伊的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，若无圣神做工，阮是死的，阮是用罪来死，阮的未来也是死的。求主的圣神踮伫阮的心内，进入阮的心内，阮对上帝来活，也是为上帝去活，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人。阮来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